愛啲記號 DIY 喎。咁其實咧，佢唔係單單係一張嘅福音嘅單張喎，佢亦都係配合咗咧。嗱，如果你手圍打開佢嘅時候咧，有冇啲似曾相識啊？試下打開佢又生起佢嘅時候咧，似唔似福音條啊？係咪啊？都有啲似福音條喎。其實佢係配合咗咧福音單張、福音條，仲有咧就係一個福音嘅小把戲嘅喎。咁究竟係點樣嚟到係去分享咧？咁係啦。咁咧嗱，大家咧去睇到嗱，先將佢咧還原翻先。還原翻嘅時候咧，咁我想問下大家喎。嗱，如果你同嗰個分對象去分享呢一個嘅單張嘅時候咧，你可以問下對方，用從感覺嘅角度嚟問下對方，你見到呢幅嘅圖畫嘅時候，你有咩感覺啊？問下大家幾米喎？有人話係啊，佢可以有唔同嘅感覺出嚟嘅喎，係咪啊？見到呢幅嘅圖畫，諗起幾米咁樣，跟住你可以順便問下佢啦。幾米嘅話，你係咪好中意㗎？咁樣係啦。咁另外咧。嗱，譬如見到有個人嚇，有個大人啦，拖住一個小朋友喎，嗬。有人話聖誕節啊，係啦，會唔會有一種好幾溫馨嘅感覺啊？喺呢度就講到咧嚇人間嗰種嘅愛啊，喺裏邊就可以同對方嚟到去分享。如果對方又覺得好溫馨，又或者話個爸爸好似係咪有個大人拖住個小朋友咁，可能會話我諗起我自己嘅爸爸，或者諗起佢自己即係媽媽同佢嘅關係咁樣，亦都可以嘅。視乎嗰個分對象嗰個嘅反應，我哋去作出一個嘅回應啦。咁呢度就係想表達咧，就係人嗰個關係咧，就係有一個即係爸爸同或者一個父母啦嚇，同仔女嗰個關係嘅。咁你見到咧單張嘅封面裏邊咧有啲嘅比較淺色少少嘅字嘅，咁其實嗰個設計裏邊咧刻意係咧將個字咧嗰啲經文咧係印到係咁淺色嘅，原因係啲咩咧？因為我哋想個焦點咧係讓嗰個分對象先睇嗰幅圖畫先嘅，就唔係睇啲文字先嘅。喺呢部分嘅時候咧，你就喺當中去同對方講話，其實咧人同人之間嗰個關係咧，或者父母同仔女咧，爸爸同仔女個關係咧，其實都係有時咧有啲人會比較好啲嚇，好似呢幅圖畫咁樣好緊密嘅。好親切嘅，有啲人就唔係嘅，有啲人同爸爸啦，或者同媽媽或者同父母嘅關係咧就比較疏離少少嘅，咁喺裏邊甚至你運用埋一啲嘅時事啦，係咪啊？即係人間嘅愛其實咧好多時都係有缺陷嘅，或者唔能夠去到永恆嘅。最近有咩時事咧？就係我諗起咧就係有個仔啦，咁係俾石頭嚟到係去砸死咗，咁爸爸又嚇死咗嗰件咧嚇。咁亦都講到咧，其實個爸爸嚇死咗就因為佢愛個仔啊嘛，接受唔到呢個事實，或者有其他嘅譬如心臟病或者身體裏邊有啲咩嘅毛病，以致到佢係嚇死咗啊嘛。咁可以運用埋呢啲嘅時事喎，就係話咧，人間嘅愛雖然爸爸好錫個仔啊，但係咧亦都係當死亡嚟到嘅時候咧，呢種關係亦都畫上句號啊。咁呢度咧就講到咧，人間嘅愛係欠一份嘅永恆性。就去跟住咧，你可以同對方嚟分享經文其中一段啦嚇。但係神嘅愛咧就好唔同啦。神嘅愛咧，佢話咧乜嘢咧？佢話我要永遠嘅愛你啊，因此我對你嘅愛係延續不息。喺裏邊咧，你可以去分享其中一段嘅經文，就係呢個嘅如果你面對呢張單張，就係喺一個左下角嘅一段嘅經文。呢度就請大家咧，如果你對舊約聖經都好熟悉嘅時候，你就知道係耶和華説嘅咁。請你哋喺分享嘅過程裏邊咧，就唔好話耶和華，盡量咧係用神啊，避免佢會覺得，因為一息間咧會分享到咧耶穌啊，咁佢覺得咦耶和華同耶穌有咩分別咧？避免咧係帶出更多嘅即係問題，或者帶出更多嘅即係含糊不清嘅處境喺裏邊，要同佢去解釋啊、澄清啊咁樣嘅啫。咁你去表達嘅時候，你可以話神話咧，我要永遠嘅愛嚟到去愛你咁樣。另外咧，亦都可以話咧，神話咧，我決不撇下你，也不離棄你啊！神嘅愛係咁即係完美嘅，人間嘅愛咧就真係有嗰個嘅缺陷性，或者有嗰個嘅限制咯。但神咧，耶穌咧，佢係昨日、今日一直永遠都係一樣，佢都係唔會離開我哋嘅。咁嚟到帶出神嗰份嘅愛，跟住落嚟點樣嚟到繼續講落去咧咁？但係好多人點解享受唔到？又或者點解人唔知道咧咁？就將呢一個嘅鑰匙拉開。你可以呢個動作咧，重複做多一兩次都唔緊要。其實強調人咧嗰個嘅偏行己路啊，好多人享受唔到，因為人咧係偏行己路，人咧係要行佢自己嘅路，人咧係要想自己做佢自己生命嘅揸 fit 人。喺裏邊拉開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啦，
經文咧有一連串嘅經文出現咗，同時呢幅嘅畫面咧係比較灰灰暗暗啊咁樣。其實個設計就係想表達到，就係想表達咧，當人咧離開神嘅時候，佢嘅光景啊。你見到咧有咁多段嘅經文，亦都有唔同嘅文字喺報道嘅過程嘅裏邊咧，你唔需要咧每一隻字嚟到同對方去講出嚟嘅。特別強調嘅係咩咧？譬如第一段強調咧，當人咧佢要自己就係話事嘅時候，佢係唔想神做佢生命嘅揸飛人嘅時候，其實咧佢係喺度好似羊咁樣走迷咗啊！第一段嘅經文係零零舍舍咧，係深色少少，有3個字係走迷咗，講到人嗰種嘅迷失啦，或者走迷咗啦咁。跟住咧，第二段嘅經文可以點樣同對方分享咧？當人走迷咗嘅時候咧，就係、其實係表達緊咧，其實每一個人咧，聖經裏邊講到咧，我哋每個人都係犯罪。其實每一個人咧，都係有一個嘅傾向，就係想自己做自己生命嘅揸飛人，自己做自己生命嘅主宰嗰個嘅傾向嘅。聖經裏邊就講到每個人都犯咗罪嘅，都有嗰個嘅錯喺當中。跟住落嚟，見到第3段嘅經文咧，係相當多嘅文字嘅嗬。咁你喺報道嘅裏邊咧，亦都唔容許啊。有時喺嗰個時間個限制裏邊啦，處境裏邊唔容許我哋咧逐隻字嚟到分享嘅時候，就強調咧食嗰幾個字特別深色嘅各樣嘅不義啊。呢度係講緊咧唔同嘅罪。你同對方分享嘅時候，你可以咧從一個角度去問佢，譬如話呢度有咁多嘅唔好嘅嘢。你最憎係邊一樣啊？你唔一定係同佢講話邊一樣你覺得你自己都有㗎咁樣，兩個都可以嘅你兩個都可以咁樣嚟到係去運用啦。如果譬如你可以問佢，你最憎呢一樣嘅罪啊咁樣，跟住佢可以再問點解你咁憎呢一樣嘅罪咧，或者呢一個嘅習慣嘅，譬如佢話我好憎就係説長道短咁，又或者係即係貪心咁樣嚇，因為咧就曾經有啲咁嘅經歷咁樣，可能喺裏邊咧佢會講一個故事俾你聽下，你再問多佢幾句嘅時候，又或者你從另一個角度去問佢，哇其實第2段嘅經文裏邊講到話咧，人人都犯咗錯，跟住落嚟咧有咁多嘅唔好嘅嘢，我唔知你會唔會都覺得自己喺當中都有1、2樣自己都曾經試過嘅咧？呢度咧其實想帶出咧，若嗰個人人犯罪咧，唔係人哋嘅事啊，係喺你面前嘅呢位分對象同佢有關，其實佢亦都有一個罪人嘅身份咯，係啦。跟住落嚟咧就去講，嘗試去講咧第4段嘅經文啦。第4段嘅經文咧好明顯就係我哋嘅過錯咧令到我哋同神隔絕。喺呢部分嘅時候，大家咧亦都可以再做重複呢個動作啦。亦都因為人犯罪嘅緣故，我哋咧就係同神咧隔開咗，好似埲牆咁樣隔得幾遠嘅，其實都埲牆都幾厚嘅喎咁樣。跟住落嚟咧，你會見到咧有一段嘅經文咧係有黃色嘅字嘅，明顯好似有啲嘅亮光，有啲盼望喺當中。呢個就係表達緊咧神咧其實雖然人喺裏邊咧係離開佢，人咧雖然咧係喺當中咧走迷咗，人雖然咧有各樣嘅過錯，但係喺神裏邊咧，神其實咧為人咧預備咗一份嘅禮物喎。咁呢度你見到一幅圖咧，喺個大人嗰邊咧有幅圖係喺當中係有個禮物喺裏邊嘅，你就其實上帝咧亦都為你嚟到預備一份嘅禮物。邊個唔想收禮物㗎嚇？究竟神為人預備一份咩嘅禮物咧咁樣？跟住落嚟咧就講到佢救恩嗰個層面嗬。跟住落嚟請大家咧就將呢幅嘅圖畫，即係呢個嘅單張打開咗之後，請右下角向上對接。咁跟住咧嗰幅圖咧，嗰個大人嘅手嗰個邊嚟到去接。其實本身咧已經有啲文喺當中嘅啦，嗰個嘅單張裏邊係好似 PowerPoint 打出嚟一樣啦，呢個呢一個嘅形式。呢度咧就講到咧，你見到好除咗嗰個愛的記號個記字啊，有少少字咁樣啦嚇。除咗嗰度係較為大隻啲或者係明顯啲之外咧，有一段嘅經文亦都係我哋視線嘅焦點啊嗬。咁嗰段經文咧亦都有好多個字嘅，喺同對方分享嘅時候咧，亦都你可以成段經文同對方讀都可以。不過咧，基於嗰個嘅喺實際嘅處境裏邊未必可行嘅時候咧，你可以強調咧3個字，就係咧。耶穌咧嚟到係咧，神為我哋預備一份嘅禮物咧，就係咧讓我哋咧能夠係去即係歸向佢嘅。但係人咧係需要咧歸向神啊！呢度接咗之後咧，就表達係人需要歸向神。跟住落嚟第2個步驟咧，就係咧。